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9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南部水情硬岛，高雄4月20开始用水大河升水率提悬到1.5，公立游泳池暂时未开放。民进党提名党主席赖清德选2024年的总统。赖清德的第一个行程是伫高雄台南成立后援会。民进党已经咧拼选战啊，不过国民党的竞选却搁伫新北市长侯友宜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之间咧đấu毒，引起议论。支持者就将蓝旗啊台顶台下营造大团结气势。17得到民进党提名参选2024总统大选党主席赖清德，提名了后第一个选战行程，以拜六在高雄台南成立新来台湾之友会。我们会基于对等尊严的原则。跟自信的跟中国展开交流合作，增进彼此的了解、理解、谅解、和解。甲民进党赖清德早伫9合一大选了后，就一个布局参选比起来，也未决定竞选国民党选择情调模式，分3个大整合。党内呼声正悬，新北市长侯友宜10号落南参加母校教育高中校庆时，强调团结共同面对。党在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规划，还有既定的杰作，党有既定的杰作，我们都一定团结。国民党伫侯友宜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之间，唔知要双向，互外界质疑是出亏损。即马个传出内部民调，郭台铭已经超过侯友宜，党主席朱立伦无正面回应。不管你叫他几个阶段，反正我们就是要争取所有的朋友，要避免造成任何的敌人。朱立伦强调，除了党内整合，也设法团结所有应团结的人，争取2024胜选。不过面对党内情调竞选会，时间拢还未定落来，国民党恐惊就要赶紧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落雨，不过对南部是无啥帮助。乌沙头水库本地是存上济，即马嘛已经落到5成以下。若在温水库存11.3%，强要打底。水情硬岛高雄4月20开始扩大升水。洗车业者这款用水大河升水率提悬到1.5%，公立游泳池嘛暂时未开放。若水利署毋拿污水井为别位调水，阁有送海水淡化机组来支援。天气变热，不少人会去受水，不过即马水情紧张，高雄市府宣布20开始扩大升水，洗车者用水大河提悬升水率到1.5%，公立游泳池拢停止开放，该选手用训练使用，并计划提悬再生水厂供水量0。凤山及临海水资源中心未来扩建以后，每日将可以提供11万吨的再生水给临海供应区使用。因要去接水，迄水。那个水管里面一滴水都没有啊！体塔到水公司现在供水站挂水，大仙六股这个山区几日刚无落雨，水公司紧急设供水站，互无自来水供的民众挂水。前一段时间落雨，主要集中伫中部甲东北部，无落雨，河南部水库蓄水率全部降到50%以下。我们后续还有增凿10口井嘛，每天有16.2万吨的一个供水哈。后续就是看整个高屏溪河川流量，如果逐步降低的时候，我们就是适时来投入这些水来补河川流量不足的部分。除了增加控旱水井，水利署也赶紧南部升水措施，跨区调水协调，各支援紧急海淡机组。以高雄紧急海淡机组来讲。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在4月7日就能够完工，每天增加1.5万吨的水量。这个礼拜天开始，也许他们第一步的这个机组就可以开始上线。水利署有讲，黄山河可能按5月中以后才来，现阶段会多元调度水资源，目标是伫6月底进行，用稳定供水。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毒品的贩仔卖毒品的咖啡包。为着要闪调查，竟然伫包装顶悬印清关1号，佮挑工竟伫自助洗车场交易，变遮侪出头，虽然真干巧，毋过共款嘛是互掠着。警察将入去徛街1楼，对4、50个人大案所在来搜查，伫爱包内底抄到毒品咖啡包。有什么东西啦？咖啡包啦。详细一个看，毒品咖啡包的外包装设计竟然印着清关1号，抗疫中药，想要来骗人，是毋是要推出蒸汽型玛卡咖啡包？
客户以为讲食毒药纵容的效果。真有生理头脑的30岁姓吴嫌犯，伫台中四界伫卖这物件，而且专门经自助的洗车场来交易，先徛伫个边仔所在，甲联络咧买人来到现场，降低互人查到风险。除了赶上疫情顺风车，贩售即可乱真的清冠1号毒品咖啡包之外，吴嫌他都利用那个自助洗车场来做那个交易的地点。他都会躲到最角落的一个地方，然后再跟下游的买家联络。台中市刑台伫4、5嫌犯身上查到31件各式毒品咖啡包、2级毒品大麻，还有卡西酮、甲级安非他命，还有3级毒品 K 他命。专案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认为4、5嫌犯恶性重大，向台中地院申请归案核准。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国内，立法院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开放民众检举违规停车，看到车无让过路人嘛会使甲检举，而且罚款是为3600有关到6000块。外面这架普色的车调伫回条线，甲过路人砸掉咧，这款违规的行为，民众未来会当检举啊。立法院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新增加受理民众检举的项目，包括人行道、回条线违规停车的情形，无让过路人经过，买当检举。检举人家也会不高兴啊，然后又没地方可以停啊，就很多问题的。我可以接受，我觉得，对，我会比较好。我常常看到问题，常常看到有好多真的是不让行人的。针对外界质疑讲，是安怎民众检举违规停车，也无纳入红线甲黄线停车，交通部表示。这个修法的核心是以加强保护过路人为出发，民众会当检举的项目，包括人行道、回条线、甲桥等等的地点违规停车的情形，看到车无让过路人经过，嘛会当检举，而且效用的范围嘛有扩大，无为回条线的路口嘛包括在内，罚款为3600提高到6000块。再增加13项民众检举的项目，那其中很多都是跟保护行人通行有关的，在人行道违规停车。的违规临时停车。另外，修法对严重超速的认定嘛变较严格，为目前超过上限时速60公里，修正做超过上限时速40公里，罚款上重嘛为24000提高到36000，希望阻挡危险驾驶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4月26开始要经6台 EMU3000新型的自强号试办自由座服务，车票卖拍折。不过，台铁产业工会表示，车顶的卡手无够，无法度验票。有学者嘛讲 ，EMU3000是驶长途的，即马煞开放自由座，要配合通勤的需求。这甲本地设定的无共款，走争气。白色车身的 EMU3000型新自强号是台铁目前唯一有商务车厢的车。4月1日开始，台铁高山6列厝的 EMU3000型提供自由座服务。自由座会伫4到9车，票价是全票个950折。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有座位总比没座位好。会想坐吗？不会。为什么？我有位置，我就不喜欢太拥挤。台铁说明要坐自由座，坐车进前时间到发车登记30分钟进前拢用买票，限定长班车。若改坐别的车次，爱全票原价补票，也免提电子票证坐自由座被查到会重新补票，佮加收50%的票价。台铁产业工会指出，自由座设伫的4车到9车，也就是两边连接其他车厢。那目前的进度要管理恐惊真无简单。列车上只有列车长，还有清洁人员跟参与同仁这样子，所以它变成旅客，他要管这两端是有困难的。开放自由座的话，可能就变成会比较适用于一些通勤的一些旅客嘛，所以这个定位要把它弄得更清楚。学者分析，台铁买车时阵将 EMU3000定位是长距离城际列车甲高端列车无开放客票，不过即马因为运营无够，佮要开放自由座，列车定位无清楚，佮无考虑管理问题，建议试办了后爱收集问题佮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清华大学有全国头一个原住民科学发展基地，即马是正式启用啊！内口站是由红门头起的，那外口站是有用新竹尖竹的竹仔打造原住民特殊建筑。未来毋若要展示原住民文化，嘛用来教学甲办公。
用竹仔打造模仿原住民族传统建筑物，内底有办公室、文化展览空间，外口还有会当炖小米的仓库，甲3公尺悬的高台，将原住民族传统生活完全展现出来。看到这个竹屋的建筑，非常的感动。进到清华大学来受教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族人所留下来的文化，甚至于是各种生活的规范。隐性的传统的智慧变成显性的这个科学的这一个展演。那在这个隐性知识跟显性的知识里面的交融，希望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科学教育能够蓬勃发展。上特别的是，基地地下室的教学空间，更利用 AR 技术，让民众体验竹仔厝甲石板厝的科学知识。人与人的关系，跟人跟大自然的关系，其实原住民多年的智慧留给我们很多可以借鉴的、可以学习的。提供原住民族科学教育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我们可以在这边呢做更多探究与实作的科学活动。基地未来把准备开放给学生甲一般民众，做伙来分享原住民族科学中心的研发成果，希望让更加侪人了解原住民族传统文化。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为着要协助农业转型，嘉义县政府为2021年配合水上乡的木瓜产销班，引进智慧管理系统，在12公顷的范围内底，全面使用科技设备来管理果子园。即马已经收集资料1档外，特别举办新果展，嘛请真侪外县市的人专工来了解。我们实际上跟智慧农业相对应的一些设备哦。产销班的农民亲身导览介绍园仔内底的家私，嘉义县水上乡这间木瓜农场举办智慧农业成果发表，让想要了解智慧农业的农民实际了解。要努力到这个阶段的话，至少有3到5年的差距，我们要去做改善，包含通道，还有网室的规划，还有智慧灌溉系统的规划。这座12公顷的木瓜农场，在2021年透过农委会甲县政府的补助，全面运用智慧科技的设备来管理，加上农改场甲产销班的合作，唔但详细记录种植的资料，嘛替农民省真侪时间。可以有办法去预测我们未来木瓜的生长的模式，还有我们未来我们销售市场，我们怎么去做铺排，那也节省各个农友各个工资成本的各项负担。政府怎么样帮忙这些小农，可以在这个智慧农业的成本上可以降低，所以相关的农委会跟县政府都有编相关的预算去补助他们，能够让他们跨过这个门槛。农业处表示，去年有90件智慧农业设备补助申请案件通过，而且为一开始的农用无人机改变做农场的隔热设备。今年嘛，阁提出1800万智慧农业补助计划，希望协助嘉义的农业环境转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7度到31度，中部地区17度到31度，南部地区20度到31度，东部地区18度到29度，外岛地区14度到28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顶头是咱台湾民俗文化内底真重要一部分，不过有侪人对顶头有一寡无好的刻板印象。其实有袂少顶头认真拍拼传承宗教甲文化。稍等的7点半，青春咱的梦，都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